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在過去的日子中間，你教阮三甲知地，無論阮的生活拄着順境，還是逆境，主，阮攏確信你教阮同行。在順境的時，主，阮懇求你幫助阮，會當培養謙卑的心，阮的心無因為驕傲來袂記起你。當阮佇逆境的時，求主也幫助阮，會當專心倚靠你，來得到超越困難的快樂。親愛的主啊，阮特別感謝你，在阮的生命中間，互阮認捌主耶穌基督，藉着主耶穌基督所帶來的恩典，互阮會當坦然無驚嚇，來到你的面前，來甲你親近。是阮的主啊，阮特別懇求你幫助阮，在今仔日的禮拜中間，會當盡心、盡情、盡力、盡意來服侍你，來聽你，得到你的歡喜。阮也懇求主幫助今日服侍的正當工，阮無論是獻詩、豎琴、書會、傳講信息，或者是在聖餐中間服侍的小會員，阮攏因為阮的服侍來滿足你的心意，互你歡喜，也幫助眾信徒在禮拜中間，將所有用眼光攏歸乎你。親愛的主啊，阮懇求你繼續帶領阮向前行，特別是阮的教會，求主互阮一代接一代，會當有好的傳承。哦，你所交代阮前輩留落來腳領甲精神，互阮會當繼續保持落去，持守這精神。無論是佇祈禱，無論是佇讀經，無論是佇宣教，或者是服侍，阮攏會當透過所推動的事工，來完成主交代阮的使命。親愛的主啊，我懇求你帶領阮的教會，阮所有參與佇教會的同工，攏會當甲你更加親近，了解你的心意，滿足你的心意，將教會所設立的機構，也交代佇主的聖手，求主帶領。阮上時也要將阮所徛起的這塊島嶼，阮心所愛的國家，交代佇主的手中。阮相信，只有主的福音才能改變這個所在。所以，求主興起台灣的正教會，互阮會當遍傳福音佇這塊島嶼頂面，互你的名會當受高舉，互眾人來敬拜你。祈禱奉靠主耶穌聖主的名，阿們。
伊講：攏靜靜，就知我是上帝。我佇列邦受尊重，佇全地受尊最大。等下這大家平安。咱做伙三甲來吟詩俄勒上帝，聖詩第181首。俄勒主耶和華，俄勒主耶和華。聽這請起立。咱用書讀聖經來告別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專業的創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穌基督上帝的聖子，咱的主，伊對聖心交代，對在聖母瑪利亞施洗，對本流了道的來受苦，聖死的死來創造天父，第三日對相用我話，受年他最專業的上帝話語，你對他過來生活話在世人，我是聖心，聖可公平道的，聖和聖統，最下的，肉體國話，永遠的話命。阿門。謝謝請坐。請咱三甲額頭來祈禱。早佇地，現在佇地，將來也永遠佇地。創造宇宙萬物，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謝俄勒你，感謝你一禮拜久的保守帶領，今仔日，互阮正受恩的囝兒女有份來到你的聖殿，阮做伙敬拜俄勒你。求你賜予阮安靜的心，阮要歡喜領受你的話，互你的話語會當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快樂，毋通互世間的操煩甲罪惡來擾亂阮。若詩篇84篇第10節所講，佇你的殿裡住一日，較好佇別位1000日。主啊，我大聲要謙卑到你的面前悔改認罪。阮常常受到社會環境，也是新的媒體偏差的價值觀來影響。尤其最近台灣錢陰腳目，股市得要上5萬點，有真濟人借錢得買股票，無愛食頭路。
趁錢是運用上帝恩賜，是好的代志。毋過若過頭用心，無將上帝理放佇阮生命的頭一位，真容易陷入試探，成做錢的奴才。阮常常佇有意中，也是無意中來得罪你，求你洗清阮的罪，堅固阮的信心，互阮會當持守真理。今仔日是聖餐主日，你無帶領阮是罪人，閣邀請阮甲你做伙坐桌。阮抱着感恩的心來紀念主耶穌替阮犧牲的疼。今仔日也是社福事工關懷主日，阮也感謝你，長老教會佇過去真重視社會福利的宣教。阮關心弱勢，阮疼惜受苦的人。阮要閣一遍來喚起信徒，活出基督疼人、關心人的使命。感動閣較儕兄弟用奉獻、關懷甲服侍來回應你的呼召，互教會當成做這個世間的光甲鹽。慈悲的天父，阮來為着教會兄弟姊妹來代禱，求你親自補滿失喪的。求你親自醫治病痛中的，求你親自安慰失志的，求你親自扶持經濟困難的，求你親自保守受試探的。每一位拄着困難的兄弟，攏會當親自經驗你的恩典。聖靈啊，求你即時充滿佇阮中間，親自抹油佇蔡牧師的喙唇，想隨有健康的身軀。有智慧甲氣力，會當清楚傳達你的信息，也開阮的心門，互阮明白你的旨意。願阮的敬拜會當成做芳芳的祭，互你歡喜。阮知阮所想所講，攏無夠完全，只是我也要重新學習，用主耶穌所教示的祈禱文，一聲來祈禱。耶和明白，耶信息強，耶信息聽，我的心非常快，下面我的功夫，喜歡下面我的人，我最喜歡的一起，對我的一愛，對我關聯對更多宇宙，帶來我心，阿門。繼續用啟用的方式來讀上帝話。啟用文第29篇，也就是詩篇146篇，佇聖詩的後表面第44頁。啟用文第29篇，我來啟，請兄弟來引。恁着俄勒耶和華，我一生要俄勒耶和華。恁無得倚靠君王，無得倚靠世間人。伊一個斷氣就歸土。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幫站。伊是創造天地海，甲其中的萬物。伊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華討棒受關監的。耶和華扶起受壓制的人。
耶和華保護出外人、夫妻、孤兒、寡婦。耶和華要做王到永遠。這聲你着學了耶和華讚美，要請聖歌隊帶領咱來讚美。因要吟的詩歌是古早、現在、直到將來。感謝聖歌隊用水的歌聲引帶咱來敬拜，願一切榮光攏歸乎永遠袂改變的耶穌。咱做伙來讀聖經，記載佇新約馬太福音書第13章第10節到17節。台語的現代譯本漢語版佇30頁。中文譯本是第22頁，馬太福音書13章第10節到17節，我要用漢語本來讀。門徒來問耶穌是安怎？你對群眾攏用譬喻答應講？耶穌應講：天國的奧秘已經互恁知，毋過無互因知，因為有誒。要互伊閣較濟，濟甲有剩；無誒，連伊所有誒嘛要甲伊搶起來。為着即個緣故，我用譬喻對因講，因為恁看嘛看無，聽嘛聽無，閣袂了解。以賽亞誒預言拄佇因真身上應驗。恁聽閣聽嘛袂了解，恁看。閣看嘛袂看見，因為即個子民的心已經鈍，耳孔重，目睭渴。若毋是安尼，因的目睭會看見，耳孔會聽見，心會明白，會回心轉意，我就答因醫好。毋過恁真有福氣，因為恁目睭有看見。耳孔有聽見，我實在甲恁講，以前有真濟先知甲義人愛要看因所看見的，也無看到；要聽因所聽見的，也無聽到。聖經讀到這，願上帝話會當成做咱的祝福信息。今仔帶牧師要帶來的信息，伊的題目是為什麼用譬喻？為什麼用譬喻？請咱恭敬來領受。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可能頂禮拜講話講傷濟，所以今日稍聲吼，較歹聽淡薄啊吼，大家忍受者吼。毋過毋通擱摕藥仔來互我已經傷濟骨力懸了吼。好，佇福音書中間，咱常常聽起着耶穌的教訓，咱會發現耶穌常常用譬喻來教示人。所以接續，牧師要甲大家用一系列誒講道來分享耶穌所講的譬喻吼。這個譬喻攏真精彩，但是首先咱來先明白耶穌為什麼要用譬喻的原因。安尼對咱來領受譬喻，咱了解原因了吼，咱領受譬喻會更加清楚。要領受上帝的話，親像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阮懇求你保守看顧阮的心，阮的心在定定，會當領受你的話來改變阮的生命。懇求主，你保守看顧一切，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咱咧研讀馬太福音書的時陣，會發現講，關係耶穌為什麼用譬喻吼？耶穌較像有兩種無共款的講法。第一種就是咱今日所讀的這段經文，馬太13章第10節到17節，講門徒來見耶穌，問伊講：你為什麼對群眾講話攏用譬喻？耶穌講：關係天國奧秘的財物已經賞賜互恁，無互因，因為迄個已經有的，要互伊更加濟，互伊有剩；迄個無的，連伊所有的一點嘛要奪去。所以為了這個緣故，我用譬喻對因講。因為因看無，聽無，佫無明白。但是恁是有福氣的，因為恁的目睭看會到，耳孔聽會到。我實實來恁講，有真濟先知甲聖賢要看見恁所看見，卻無看到；要聽見恁所聽見，也無聽到。所以這段恁看起來，恁感覺耶穌是要用譬喻，是要互聽有啊聽無？介紹要互一部分的人聽有，一部分的人聽無。但是你若繼續讀到40、40到35節，耶穌用譬喻對群眾講述這一切，除了用譬喻以外，伊就無對因講啥物。伊安尼做，拄要應驗了先知所講的話。我要用譬喻因講述，從創世以來穩重的代志，甲因講。你若看這段，你會感覺講，耶穌用譬喻是安怎？要從穩重的代志，大眾人講，對無？兩個聽起來，兩段經文介紹有矛盾啦。第一段介紹講，講譬喻是要互一部分的人聽有，一部分的人卻聽無。第二個部分是講譬喻是要將創世以來穩重的奧秘，甲因講。所以咱來詳細來看這兩段經文，才能了解耶穌真正的意思。咱來理解，一般人講，咧講講演的時陣啦，吼，攏會舉一寡例對無？
比如講牧師咧講道的時陣，有來舉一寡我家己的咧啦，阮厝裡發生的代志啦。吼，我知影真濟人上愛聽阮兜發生的代志。吼，講這個目的是安怎？目的就是講要用這個來說明我所愛大家知影的論點。目的就是要互大家明白我所講的。我要清清楚楚講一個，甲迄個我要講的論點無關係嘛。一定是用一個去加強我要講的論點。安尼話，咱拄則咧讀第一段經文的時陣，咱會感覺講，耶穌改成要將講比如的緣故，是要互一部分的人聽無？有的人講耶穌已經棄絕一群人，所以無要直接講，用譬如講，把真理穩重起來，互因無法度了解。實際上，這觀念是錯誤。耶穌袂用這種方式，咱了解，譬如是一個教示的工具，是一個幫助，毋是一個讀解。耶穌來到世間的目的，就是要宣揚上帝國的奧秘嘛。宣揚上帝國的奧秘，甚至將伊家己本身攏顯予大家。互人明白上帝聽，較可能講用譬如將迄個真理穩重起來，無要互人知影。用譬如的緣故，就是要互人理解。安尼為蝦米有一寡人聽無？所以咱咧讀聖經的時陣吼，華語講袂當啦，斷章取義啦。你別人敢若看一段經文，安尼可能會對一寡代志誤解。譬如講，你若讀聖經吼，你若讀保羅講，凡事攏通做，對無？你若讀到遮的時候，你就講，哇，安尼我生活攏會當做啦，連歹代志我嘛要做。你繼續看嘛，你講。保羅是講凡事攏通做，但是無攏有利用嘛。所以愛規段攏愛看，至少頂下文你愛看。所以咱理解這段經文的時陣，如果你若看到講耶穌講天國奧秘，只要互恁知，無要互因知，你若看到這的時陣，你會感覺講哇，安尼耶穌要對一部分的人。穩重天國的奧秘，所以用譬如對因講話。但是幹嘛呢？你若繼續看吼，你就會明白。耶穌繼續講啦，既若有誒，閣要加添互伊，互伊有剩。若迄個無誒，連伊所有誒嘛要奪去。所以耶穌咧講。伊會聽眾內底分做兩種，一種的是有誒，有一種特質的，所以因聽就聽有；有一種是無這種特質的，因聽無，因就是目睭開咧，耳孔塌掉的，聽無。所以耶穌咧講聽有誒是啥物人？就是咧指伊誒門徒嘛。聽無誒是啥物人？是指遐經學教師、遐宗教領袖，以及有咧聽當作無咧聽誒人。分做這兩種。這兩種因中間上介大誒分別是啥物貨？門徒有啥物貨？是這點人無誒。咱來研究這點。門徒有啥物貨？這宗教領袖、經學教師以及證人無誒是啥物貨？
阮都有誒，阮都有誒是啥貨？阮都有誒，就是因已經接受耶穌基督做因誒救主，互因會當接受上帝國誒奧秘，這點真重要。因為門徒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所以認為耶穌基督所講的話有權威，因得聽入內心，得改變因得理解天國的奧秘。經學教師、宗教領袖，閣一寡有聽當作無聽，當作無要緊的人，無認耶穌做主的人。這點人安怎？有的人懷疑耶穌，有的人認為耶穌是要來破壞因的地位，有的人認為耶穌是要來攻擊因的，所以因心中已經無正確，無認耶穌做救主，無相信耶穌講的話有權威，所以因雖然有聽，但是聽無。雖然有看，但是看無。簡單來講，就是這群人，無論是門徒還是特定宗教領袖，因攏是佇猶太的背景長大的。因原本地攏有律法，有一寡禮儀來指示因的生活，這是因原本有的。但是門徒閣加一項，就是因接受耶穌做救主，所以耶穌對因講比喻的時陣，聽的內心聽有，閣會當接受，閣會當改變。這點受律法捆綁的人，無了解律法真正的意思的人，這點人聽也聽無。看無，所以到落尾，連律法會當互因的幫助，伊嘛失去。所以耶穌咧講的就是這聽眾攏聽同款的比喻，但是因為這項無共，已經接受耶穌，無接受耶穌，相信耶穌的話是權威，佮唔相信耶穌的話是權威，這個原因，所以。兩種無共款的結果產生，所以耶穌繼續用以賽亞的預言來講因安怎，因心地向塌掉的，耳孔向塌掉的，把酒氣開起來。伊講，那因會當把酒開開，耳孔拍開，心拍開。回心轉意，安尼因嘛是會通得救。所以咱若對這段安尼理解，咱就會當了解講，為什麼34節到35節，耶穌講我用譬喻對因講述，要將創世以來穩重的代志甲因講。耶穌有將穩重的代志甲因講。但是關鍵是因敢會當接受耶穌所講的，所以親愛的兄弟姊妹，這段經文互咱一個真重要的提醒。咱佇教會內底聽牧師講道，雖然今仔聲勢無好，但是恁愛認真聽，拍開恁的心門聽，相信。牧師是照上帝話來講解，安尼信息得進入恁的心來改變。如果咱有聽當作無聽，反正牧師講的攏相共，無要接受聖經互咱的權威，安尼聖經無法度改變你，這是真重要的態度。咱未來會用真濟時間
去講耶穌所講的譬如，咱嘛愛用這種態度去接納。所以牧師幫助大家整理，耶穌為什麼要用譬如？幾個真重要的原因。第一項，耶穌伊咧用譬如，伊攏是用人當時的人真實的代志來說明真理。耶穌當時講道的對象，真濟攏是做事人、野魚的，可能有一寡生理人，有一寡一般百姓。所以耶穌攏掠因生活中間，因接觸會到的、看會到的，來說明上帝的真理。伊常常講一寡例，比如講亞種的例，亞種的例，因當時有咧做事的人，也是講有看人咧種作的人。就真理解啊，因為迄就是因生活中間會拄到的代志嘛。耶穌常常講有關係迄個羊的代志，因為牧羊是因的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因聽耶穌講這個咧，因得理解。耶穌常常會講葡萄園的代志，講葡萄園的代志，因為咧種葡萄。所以，因得了解迄個種植葡萄園的過程，較了解迄個例的意思。耶穌嘛捌講一寡生活中間的講，恁是光，還是燈台，是鹽，是酵母，天國那酵母的，這攏是因生活中間的代志，因一聽就明白。耶穌袂講迄個量子力學啦，講一寡足深的科學，互遮人聽無。伊攏是講因生活中間會拄到的代志。這種會當有兩個作用，第一個聽到的人就明白。第二項，因為當時陣無像今仔遐方便。現在會當錄影，會當錄音，會當用筆記抄起來。迄陣的人無這款的工具，所以用來講，因一寫就記起來，記起來就會當去甲人講。這是耶穌厲害的所在。所以伊用人真實的物件說明真理。第二項。耶穌咱拄則有講過，伊是願意追求的人顯明真理。伊用譬如，毋是故意無要互人明白，是要互謙卑追求上帝的人，會當進一步去領受真理。願意相信的人，伊會看見到更較深的真理。心內硬的人。拒絕上帝的人，伊聽了嘛袂接受。拒絕的人將耶穌講的比喻當作普通的故事。所以願意追求的人，就當聽見內涵。第三項，耶穌講的比喻攏是會互感動的，攏是會震動人的心。毋是要增加你的知識，耶穌講譬如毋是咧教冊，增加知識爾，伊是咧感動人的心。譬如講，咱看佇《路加福音書》15章，有講到，咱攏知影浪子的故事，也是講咱講今仔是講慈愛老爸的故事。聽的人。聽浪子的故事，也想講，我敢咪甲迄個浪子相共？
我已經離開我親愛的天父足久的時間，去外面流浪，去外面揮淚。雖然我揮淚，但是如果我若願意悔改，我回來我的厝裡，我的老爸就徛佇門口口咧聽候我，要恢復我做囝的身份。所以這聽的人也會講啊，我這個龍主應該愛回頭啊，去接受這天父的疼，因為去反省。啊，聽龍主的故事，嘛有人會可能感覺講，我可能是迄個踮佇厝裡的迄個人的兄弟，我聽見到我的兄弟回來，我的老爸閣好款待伊，我真生氣，我敢會安尼？啊，我應該安怎改變？所以聽的人會將家己當作迄個主角，入伊的心內做反省。雖然咧聽耶穌基督講的譬如，嘛會當用這款的方式，因為伊會拍動你的心，毋是要增加你的知識，然後震動你的心了，就是要互你反省，進入你的心來改變你。因為你要理解，耶穌有時面對真濟無共款的人。伊講這個譬如，是互這個人會當好好反省。譬如講耶穌基督，你講好的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咱攏聽過嘛？吼，好的撒瑪利亞人有幾個主角，一個是受傷害的這個生理人，伊倒佇路邊，佇要死去啊！經過伊個有祭司，有利未人，啊，閣有一個撒瑪利亞人。祭司甲利未人攏是當時人尊重的宗教領袖，但是因可能因為真濟原因，竟然無去救這個受害的人。啊，結果一個猶太人上討厭的撒瑪利亞人，去救這個受傷害的人。然後耶穌較問這個問伊問題的人講：安尼什麼人是這個人的厝邊？互人去反省，互人去想，毋是直接來講道理。耶穌咧講，真正會疼，毋是去行迄個律法爾，真正會疼是愛有行動去幫助需要的人。這咱將來有來講這個咧。所以耶穌講這個咧，拍動人的心，進入人的內心，改變人的生命。這就是耶穌基督為什麼要用譬如的原因。所以咱未來有一段時間，咱攏會來聽耶穌所講的譬如。咱得愛存敬畏的心，相信耶穌基督的權威，互這譬如進入咱的心，來改變咱就會通得到利益。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阮感謝你的恩典，透過你的話，阮重新反省阮本身，求主赦免阮過去無過頭對你的話語，阮求主佇未來幫助阮，用你的話做阮生命的準則，用你的話成做阮的引帶，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感謝牧師的勉勵。
咱三角來吟詩回應上帝的聽。聖詩第218首，主我擔就近愛見你的面，主我擔就近愛見你的面，請起立。請坐，請咱準備心來享受聖餐。佇主耶穌基督的名，歡迎凡那屬佇伊的教會陪餐者，就是已經接受過聖靈洗禮，就是堅信的兄弟姊妹，三甲來守主的聖餐。親愛兄弟姊妹，請來聽主耶穌所講穩定的話。伊講：囡仔勞苦擔重擔，就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伊講：咬喙焦癩無義的人有福氣，因為因要得到飽。願主耶穌基督穩定，甲恁三甲佇咧。兄弟姊妹，請大家注意來聽主耶穌設立聖餐的話。
就是照保羅所講，因為我對主受也捌傳予恁的，就是主耶穌互人賣迄一暝，有提餅，祝謝來對伊講，這個是我的身軀，為着恁拍破，恁着驚安尼來紀念我。食了後，也安尼旁杯講，這個杯就是新約，佇我的血所設立的。既然啉的時，就驚安尼來紀念我。食了後，也安尼講，這個恁逐擺食這個餅，啉這個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過來。所以主耶穌互人賣迄一暝，伊有提餅祝謝，咱逐生照伊的模樣來感謝主。咱同心來祈禱，親愛的主，現在照聖子耶穌基督的命令，阮擺設這個宴席，為着紀念主耶穌永遠的祭司。主，阮謙卑懇求你，差遣聖神來聖別阮，也聖別者擺咧佇你面前所賞賜的餅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對神有份佇你的身軀甲保護，對佇你恩典的幫讚，會當成做阮屬靈的培養，互阮成長佇你的恩典中間。通榮耀你的聖名，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主耶穌講，這個是我的身軀，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來紀念我。咱用恭敬的心，伸出雙手來迎接這個餅，這是主耶穌基督的身軀，為着咱拍破的。
這個是主耶穌基督的身軀，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來紀念伊，三甲來領受。主耶穌講，這個杯就是新約，佇我的會所設立的。既然啉的時，就行安尼來紀念我。恭敬的心來接納這個杯，這是主耶穌基督的寶血，為着咱流出來。
這個杯是新約，是主要所基督的血所設立的。今仔啉的時，就驚安尼來紀念伊，三甲來領受。恁逐擺食這個餅、啉這個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過來。願主耶穌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佇咧，咱同心來感謝。親愛的主，阮感謝你，互阮透過聖餐，互阮知影，阮真正是聖子奧妙身軀的一體。主，阮謙卑懇求你，當阮閣一擺奉獻阮本身互你的時，求你歡喜感納阮，也用慈悲幫助阮，互阮會當繼續這聖潔的交通，對待了後，用阮的生命來為你做見證，榮耀你的聖名，奉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咱繼續用奉獻的方式來繼續咱的敬拜。今日咱做奉獻的祈禱，萬下米攏是主所賞賜，感謝你豐盛的供應，互阮食清用攏夠額閣有剩。求你互阮知影，着用感恩的心來回應你的聽，做伙有份佇宣揚上帝國的福音。當阮獻上金錢、能力甲性命，做你聖工的路用。上時，阮眾人徛佇你的面前決志，要正做你所
歡喜的工人願意垂勸。原來祈禱攏是奉靠主耶穌的聖名來求，阿們。請坐。我來報告，來掀開週報的第4頁。本週的特別事工，本主日是總會所定社福事工的關懷主日，呼籲兄弟共同來關心總會平安基金會所屬社福機構連結教會甲社區資源所推動的相福的事工，包括對上年的長輩、深深客家的朋友、勞工、移工、海員、漁民、原住民、單親的家庭甲弱勢的族群，因的服務甲心靈的關懷。第2項是具體的關懷，有2項唔甘的事。頭1項是本會會友所欠金姊妹，就是廖光福兄弟的太太，佇6月27安歇主懷，要定佇7月11一個禮拜六上午8點半，佇台北市懷愛館景永樓1樓至真義廳舉行日念個別禮拜。請兄弟關心大道參加，願上帝安慰遺囑。第2項，本會會友劉鐵雄兄弟的媽媽陳美燕女士佇6月29安歇，要定佇7月11拜六上午10點半，佇邦橋新月會館舉行個別式，請兄弟關心大道參加。願上帝安慰遺囑。另外要過來報告的是第6頁牛埔莊的講義所的消息。佇後禮拜就7月12日主日吼，我那佇這個所在禮拜了，但有一個演講，要請到沈博陽兄弟吼，伊要來講的題目是為人設計的城市有溫度的台北。對咱的會友，咱有簡餐的提供的服務吼，請6個會當登記啦吼，莫浪費，莫登記了無來參加啦吼，你無照那不要緊，會當來參加上好啦吼。我個人所了解，這邊的演講是因為有會友在建議要推薦鋪馬，就是迄個沈博陽來做演講啦。當咱牛埔莊的委員。伊甲伊接觸的時陣吼，因的幕僚足積極、足熱心，足緊就來回應吼，所以足緊就促成這邊的演講。看到這個題目就知影講，其實伊有準備好要爭做台北市的市長啦。請大家予這個少年家一個機會，感謝。繼續要請主任牧師來主持祝福的冊勸及歡迎來賓。咱一期的這個中部大道今仔日佫有新的同工要加入，所以咱愛佇上帝面前來祝福冊勸。佇這段你有參與中部大道的同工。請這個時陣出來頭前，請出來哈。
恁有約束要參與中保代禱者的工作，恁着誠實回答牧師所問恁的問題。恁有願意接受上帝的賜福差派，獻身佇中保代禱事工？恁有約要安尼做無？恁有願意徹底遵守恁甲上帝約束的時間？佇迄段時間來到教會祈禱室，盡力服侍，恁有願意安尼做無？恁敢願意佇祈禱室內底，為着教會事工甲個人的代禱事項、代禱的時陣，除了已經佇教會公開的代禱事項以外，所有的代禱事項必須要人保密。你有約要安尼做無？所以我奉耶穌基督的名，以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小會關評，設立恁做中保代禱者，恁着謹慎恁本身的行為，以及恁所做，常常注意關心這個事，盡力佇主的工來歸榮光上帝。奉耶穌基督的名祝福，阿門。好，請恁向後轉吼。好，來。咱會當透過寫這代禱卡來參與佇代禱的事工。好，這時陣咱毋知中間到第一遍，來甲咱中間甲咱做伙禮拜，這無？這張無吼。還有人舉手？敢是？請你起立，互咱歡迎吼。請咱接待同工來登記一下。咱這貴賓，等下當去到咱的貴賓室，做進一步的介紹甲接待。多謝。咱三甲來吟祝福的詩歌，聖詩513首。願主賜福保護你，吟詩煞要請牧師祝禱。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聖神的感動，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佇地，直到永世代無盡。阿門。請在密道謝恩共受差遣。